你有冇發覺呢幾樣嘢有咩共通點呢？最近好多人討論 AP 同 Swatch 聯成嘅 Royal Pop 推出咗8隻色，呼應翻 Royal Oak 嘅8邊形同埋8粒螺絲。今日我哋一齊嚟介紹呢個經典設計背後嘅故事啦。時光倒流翻去1970年，當時正值石英危機。AP 嘅總經理喺巴塞爾標展開幕前夕嘅下晝4點，10萬火急打俾設計大師 Jero Genta 求救，要求佢第二朝一早就要交出一款前所未見嘅頂級鋼錶。最後，大師由舊式潛水頭盔揾到靈感，畫出咗呢款8邊形錶圈，仲大膽到將8粒螺絲帶放外露，直接將工業元素同奢華元素結合埋一齊。但呢隻錶最被低估嘅地方，其實唔係8邊形錶圈，而係錶盤上嘅格紋。呢啲密密麻麻會折射光影嘅立體小方格，其實係工匠用一部1918年生產嘅8連古董機器一刀一刀車出嚟嘅。只要手風差少少，成塊面盤就會直接報廢，盡顯製錶匠人對工藝嘅極致追求。只要仔細望翻周圍，你就會發覺原來我哋嘅生活同都市都充斥住 Royal Oak 嘅經典元素。難怪呢個8邊形同埋格紋過咗半個世紀都咁多人中意啦。Royal Pop 你又會唔會入手呢？定係你同我一樣都係中意翻經典？